传道书第3章第1节到第13节。第1节，天下万项事拢有伊的期，事事拢有伊的时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哭所栽种的有时。杀有时，医好有时，拆毁有时，起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伤有时，跳舞有时。东房有时，分房有时，亲热有时，冷淡有时，憔悴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存有时，放杀有时。拆有时，补有时，静静有时，讲话有时，听有时，怨有时，战争有时，和平有时。做工的人对伊所劳碌拍拼的有得到甚物？我有看见上帝予世间人白当当，予因袂当轻盈。上帝予因所做的一切下因的时，拢真好，佮将永远即个观念下伫人的心。毋过，上帝对头到尾所做的，人袂当了解。我知人活得上好是快乐，佮做好事。人嘛食嘛啉，享受伊拍拼得到的。伫伊一切所劳碌的来享福，这嘛是上帝所赐。